几落摆我家己来到高雄，嘛亲身感受到高雄的温暖，这更加互我感慨到，安尼小静的城市是安怎会行到今仔日爱来罢免市长。高雄的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，明仔载就是市长罢免的投票日。虽然讲罢免的制度是要对付贪污、对付不法，就是要来做政治的斗争，但是这是人民的权利，所以无论明仔载投票的结果如何，国民党拢会尊重。只是伫投票的前一日，有一寡心内话要甲大家讲。3月7日，我当选国民党补选的党主席。这届罢免的投票，会讲是我做党主席以来第一届民意的挑战。我的心内当然嘛有真侪感受，嘛有真侪烦恼，更加有真侪无法度来对我讲的千头万绪。但是时间未等完，因为罢免的投票的日子已经决定，阮的对手无少代价，全面动员。几落摆我家己来到高雄，嘛亲身感受到高雄的温暖，这更加互我感慨到，安尼小静的城市是安怎会行到今仔日爱来罢免市长。几落摆我甲市长见面，嘛感受到韩市长非常的诚恳，嘛非常的拍拼，甚至伊家己讲面对罢免，伊要家己来承担。徛伫党主席的立场，我更加知影过去国民党的提名的过程造成了真侪人的不满，甚至引起党内党外的对立甲困扰。做一个补选的党主席，我嘛是爱承担，袂当闪避，因为我知影政治是团队的工课，若无法度团结一致，国民党是要安怎继续发展？甲政治同款，市政嘛是团队的工课。明仔载的投票赞成罢免，毋但是对韩市长的无信任，是对高雄市政府年外以来的努力更加大的打击。本早应该是4年一届的民主检验，即马煞因为政治的因素，变做剩年半尔，安尼敢无公平？我想这嘛留予高雄市民来做决定。过去年外的时间，高雄市政府伫韩市长的带领之下，无论是道路、水沟啊、卫生，甚至路顶遮的问题，咱拢看到真侪改善甲进步。所以我认为市府团队的努力，值得大家的肯定。市政的继续，嘛无应该因为政治来受到影响。投票是一时的，政治嘛是短暂的，但是高雄市政的继续进步甲发展，这才是国民党所关心的重点。你明仔载的选择，毋但是决定韩市长的未来，更加决定高雄未来的发展甲进步。咱期待明仔载投票的结果，会用甲专业的市政的团队继续留伫高雄，为市民继续来拍拼。感谢。